東區好耐冇新產品面入市㗎啦，咁呢一個咧就係就讀翻我哋一個朗晴書包嘅。我先簡單介紹翻一個 location 俾大家知，對面咧就係我哋曼谷嘅一個 VV Park 嘅一個大型嘅超市啦。可以見到最高嘅嗰兩棟嘢就係我哋東區嘅核心位置利和廣場啦。呢度過去講緊5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啦。我哋一齊去睇睇佢嘅示範單位。嗱，新區部件嘅產品就係零舍唔同啦，103平方居然俾你做到獨梯獨貨。雖然話佢係新區產品啦，但係佢價錢非常之筍啦，單價講緊13000蚊，你就可以喺中山東區嘅核心 CBD 位置。入數我面前呢一套單位啦，係我哋全新嘅第4代住宅嘅一個升級品啦。因為佢嘅實用面積咧高達120%㗎。呢度去到我哋一個利和廣場啦，華發商圈同埋遠洋商圈，講緊都係10零分鐘嘅一個車程時間，就可以解決平時行街食飯睇戲等等各方面嘅一個需求。如果係想去到我哋一個新中東度咧，講緊20零分鐘就可以上橋啦，全程1個鐘頭就可以翻到深圳灣㗎啦，交通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啦。如果你唔想自己揸車嘅情況下，亦都係可以坐翻我哋一個巴士啦。呢度去到我哋嘅博覽中心，講緊5分鐘嘅一個時間，你可以去到我哋香港嘅太子、荃灣、東涌㗎，唔使轉乘，交通非常方便。咁對呢度感興趣嘅朋友，嗱嗱聲 call 我 send 翻啲詳細資料俾你睇睇啦。